大会师要来关心嘉义一个19岁外送平台外送员，伫咧中正路含一台轿车相撞，身躯一寡所在小可擦着伤，嘛小可较无头神，互人赶紧送去病院。其实这已经是为8月份伫咧嘉义市的第4件外送平台车祸意外。到外送人员认为讲，这和工课无关系，这是个人使劲的问题。 颈椎会痛吗？脚可以伸直吗？可以动吗？一名料理平台外送人员滑倒坐伫咧涂骹，身躯真侪擦伤，甚至佫有失去记忆的情形。刚发生车祸，你知道吗？消防人员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，先用食盐水来替伊洗空喙，然后才来将伊送病院治疗。这件车祸意外就发生伫咧嘉义市，一个19岁姓黄的外送人员伫咧中正路甲汽车来相撞。 根据了解，每一间外送的平台一直有发生车祸的情形。自从8月份伫嘉义市上路了后，这已经是第4件车祸的意外。实际来访问外送的人员，有人认为甲赶时间无关系，是个人的问题。这还好还好。像我自己都以安全为主啦，我就没有为了赶趟子。我们可以骑很快，但是也可以很安全。这个是被放大。如果说以比例原则来讲，还好啦。 嘛有当地民众认为，巷仔内骑警车的人袂少。常常嘛，恁出代志，这来个这大家都无咧检束的。料理外送平台伫咧全台湾快速来发展，要安怎伫准时送到位，甲外送人员的安全之间来找一个方法，恐惊是平台业者爱思考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